来看今仔透早4点外，屏东市中明市街有徛家发生火灾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死者是厝主的后生，伊甲妈妈各有小弟吊伫厝尾顶。本地已经互救出来了，可能是为着要救猫仔，佮冲转去厝里。消防队是表示讲，厝边嘛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，加强救出7个人，有1个人死亡。导火原因爱搁调查。 救护车无用咧，甲受伤的民众送病院。11月11透早4点多，屏东市中明市街一搭联动的透天厝发生火灾，有3户拢互烧着。初步调查，有1户外墙互熏甲乌去，另外2户拢有民众受着伤，也佫有人捌吊伫厝尾顶大声喊救命。第一时间他闻到味道，他先下来跟他们按门铃，然后我们赶快打电话。哦。 伊伫电脑翕，阮当做伊是伫遮翕。有人在话，伊喊什么话我听无啦。消防队到现场了后，甲火拍互花，计共有7个人脱困。姓林的厝主无代志，毋过伊的某甲大汉后生，也佫有厝边一家伙仔3个人，因为受着伤送病院。细汉后生哪像为着要救猫仔，脱困了后，佫倒来现场，煞不幸死亡。5点时候，我顺利救出5名民众，2名送往保健，3名送往屏东荣总。 后续回报，3楼发现一民众倒卧于前方阳台，在5点29分的时候顺利救出，呈现 OCA 状态。事发时我就经过看，真的摆上那么多的蓄电池。所以门口那边都是蓄电池，电子的产品就是。 火灯咧烧的时，厝边看到高烟一直对姓林的厝主因兜2楼、3楼走出来，怀疑导火的地点就伫咧因兜内底。姓林的厝主透天厝1楼也出现，哪像是电池类的产品，互人怀疑是烧拍电。也毋过消防队表示，导火的原因也佫需要火调人员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